独卖巨人队杨代刚今天在对其玉溪武狮热身赛中，先发打第6棒，4打数敲1支安打，是支2分全垒打，包办3分打点。巨人整场轰出4发全垒打，以13-2击退西武。今天对西武的比赛，杨代刚先发打第6棒，守右外野，第2局冈本和真敲阳春全垒打后，龟井一行再敲出安打。不过杨代刚击出投手方向双杀打瓦解攻势。第4局玩家号，冈本和真接连敲安，形成1、3垒有人后，杨代刚击出游击方向滚的球出局，带有1分打点。第5局坂本勇人敲3分打点全垒打。第6局杨代刚接着轰出中外野方向2分全垒打。第7局杨代刚击出3垒方向滚的球出局，随后即下场休息。杨代刚今天总计4打数敲1支安打，包办3分打点。热身赛目前31打数敲8支安打，打击率 0.258。巨人这场比赛火力全开，除了冈本和真、坂本勇人及杨代刚开轰，9局上仲信甚至借也轰出3分全垒打，一共有4发全垒打出现，光靠全垒打就攻下9分，中场巨人以13-2夺下胜利。同场西武队的吴念庭没有先发，第8局山川穗高敲出安打后，换上吴念庭代跑，随后接替守一垒，不过没有打击机会。